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8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94天。在库尔斯克前线局势过去2周，特克蒂诺的战斗继续进行，但强度有所减弱。乌军占领了一批此前被俄军放弃、遭受猛烈炮击的阵地，也就是乌军在库尔斯克继续扩大战果。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乌军对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发起了猛攻，截至目前已深入布良斯克州80公里，这是乌军近期最为成功的突袭。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战士在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地区摧毁了一列载有燃料的俄罗斯军用列车。5月24日，无人机操作员对行驶中的火车发起袭击，至少有3辆油罐车被摧毁。俄罗斯占领军在临时占领区扎波罗热州和克里米亚的铁路运输被迫中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空袭。乌克兰官员5月25日称，俄军24日夜间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城市发射了298架无人机和69枚导弹，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括3名儿童。从发射武器数量来看，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遭遇的最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空军称击落了其中266架无人机和45枚导弹。空袭波及了一系列地区中心城市，包括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南部的尼古拉耶夫以及西部的杰尔诺波尔。基辅已连续2晚遭遇大规模空袭。23日夜间，俄军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同时俄罗斯的国防部报告称，俄罗斯25日凌晨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防空部队拦截或摧毁了95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称，12架乌克兰无人机在飞往首都的途中被拦截。5月25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国在昨晚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发动大规模袭击后保持沉默。他在其官方电报频道上发布了该声明，并附上了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后的照片。泽连斯基说美国的沉默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沉默只会鼓励普京。泽连斯基总统呼吁美国不要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保持沉默，而是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他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肯定有助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建立和平。英国严厉谴责俄罗斯对基辅的新一轮袭击，这不是一个寻求和平国家的行为。昨晚俄罗斯再次袭击了乌克兰，动用了14枚导弹和数百架无人机，攻击遍及全国，又是一个恐怖的夜晚。乌克兰平民再次受害，更多人受伤，更多房屋被毁。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强调道，也就是英国首先严厉谴责俄罗斯这个新一轮袭击。有媒体报道说俄军在苏梅州的攻势取得初步进展，并在数个定居点员形成了控制区。最早的进攻从诺文涅村发起，但由于该村已不存在，就是人都搬走了该拆的拆掉了，俄军被迫藏身于人工构筑阵地或林带中，随后被乌军击退。敌方的下一步攻势经由朱拉夫卡展开，乌军一度成功遏制其推进，并对其沿边境展开打击。俄军随后多次试图从诺文涅渗透至巴西夫卡，目标是控制交通节点，切断通往苏梅的后勤线。尽管乌军动用无人机和增援力量进行防守，敌军仍转而进攻朱拉夫卡与维谢列夫卡。俄军最终利用朱拉夫卡与诺文涅之间林带，发现乌军防线的薄弱处，得以渗透进更深的防区。俄军步兵持续性的进攻，最终凭借人数优势取得突破。敌方甚至多次尝试以4轮摩托快速突袭巴西夫卡，但多数都被乌军阻止。目前俄军已经在维谢这个3个居民点区域站稳脚跟并持续试图向纵深扩张。乌克兰国防力量设法部分稳定了战线，并持续通过打击敌军步兵来遏制其进攻。据称，俄军试图在苏梅州建立缓冲区，这是其从库尔斯克方向推进后本阶段的战略目标，符合目前战事发展的逻辑。分析人士指出敌军就是俄军与蝗虫般
不计伤亡的推进，乌军则昼夜不停进行打击，以防止其继续深入苏梅州腹地。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啊，当地时间5月24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啊，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2个居民点以及苏梅地区的1个居民点。报道称，近几个月来，俄罗斯试图在苏梅地区推进，尤其是在俄军方表示已经将乌克兰武装部队赶出库尔斯克州之后。当地时间5月24日，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斯图波奇基。此外，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啊，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村庄奥特拉德诺耶，该村位于长达1000公里的前线的更西边。俄军还控制了苏梅地区的洛克尼亚，而乌克兰军方声称没有遭受这样的损失，并称乌军在奥特拉德诺耶阻止了俄军18次进攻。本周早些时候，乌军方提到斯图波奇耶是遭到俄罗斯袭击的地区之一。同样啊，还是俄罗斯国防部啊5月25日消息说，俄军北方部队集群新闻中心主任叫亚基姆金表示，收复库尔斯克州后，俄军部队集群正在执行沿俄国国家边境建立安全区的战斗任务。亚基姆金进一步解释称，在过去1周，俄军就控制了苏梅方向的马尔伊诺居民点和洛克尼亚居民点，并在哈尔科夫方向沃尔昌斯克地区取得了显著进展。他称啊，目前部队每天持续推进，以建立缓冲区，并确保俄边境地区平民的安全。这个俄罗斯的口炮界天花板呢，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再一次喝了早酒之后威胁乌克兰说如果西方不停止援助乌克兰，俄罗斯将扩大缓冲区。他在社交媒体上还发了一个贴图在这个贴图上标出了缓冲区。梅德韦杰夫标的缓冲区几乎占据整个乌克兰领土。我看了一下很有可能是梅德韦杰夫把他的尿不湿脱下来之后根据他尿的形状拍了张照片传上去。按照梅德韦杰夫这个尿的图样那是俄罗斯要吞并整个乌克兰的。根据这个媒体报道俄罗斯在哈尔科夫边境陈兵5万，很像是要发动这个夏季攻势这个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5月25日消息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之后这个不仅是英国的外交部长这个立陶宛的外交部长叫布德里斯也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轰炸行为进行了谴责他在社交网络 X 的页面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表示，欧洲应该对俄罗斯武装部队导弹袭击乌克兰做出回应。他写道，我们的回应必须比俄罗斯的侵略更有力，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支持和武器，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和孤立。绥靖不是通往和平的道路，而是允许继续侵略。荷兰的国防部长说最后一架荷兰的 F-16 战机将于明天启程前往乌克兰，所有承诺的24架战机很快将抵达乌克兰手中。这个荷兰这个答应的24架基本上就全到了乌克兰。目前乌克兰接收的荷兰和比利时 F-16 战机估计超过了30架。那么乌克兰方面自己承认的战损是3架，也就有3架 F-16 已经被击落或者是坠毁。那么也就是乌军目前手上保守估计还有25架以上的 F-16 战机。可以预见的未来乌克兰空军它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假以时日因为 F-16这个欧洲还有美国就是北约其他国家这保有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都到了要更新换代的，就是说白了都要退役了。F-16本身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对吧？最早的一批现在都应该要退役。所以说对乌克兰来说不用担心 F-16 战机不够。乌克兰最缺的是飞行员，所以假以时日这个培养飞行员不容易尤其是有经验。那么只要飞行员能跟上，那乌克兰的空军会越来越强大。也就是说过去乌克兰没有制空权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了。往后双方的空战恐怕是越来越激烈。波兰武装部队行动指挥部指出由于据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活动，波兰和盟国的飞机周日在共和国上空升起。指挥部在社交网络 X 上发布消息称，由于俄罗斯似乎在乌克兰领土上
积极开展行动。波兰和盟国的航空兵已开始在波兰领空开展行动，这个很有可能啊是盟国啊要在这个乌克兰啊派兵，在做前期准备。因为这个叫志愿者联盟啊，要是向乌克兰派兵的话，那么他们最主要是防空啊，现在可以看作是演习，也就是俄军的这个导弹飞到乌克兰，那么波兰的军机和欧盟的军机啊从波兰升空，虽然没有进行拦截啊，但是这个恐怕很快。当地时间5月24号，据太阳报报道啊，英国保守党内多名人士正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进行非公开谈判。消息人士称，他们希望鲍里斯·约翰逊能取代现任党魁巴德诺赫。报道指出，在巴德诺赫的领导下，英国保守党支持率持续下滑，不仅落后于工党，还被改革党反超。媒体记者将这场党内密谋称为鲍里斯计划。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有媒体报道啊，英国保守党啊暗中游说啊约翰逊重返政坛，这个有可能啊。如果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重返政坛，这个保守党啊重振他的这个雄风啊，这个约翰逊有朝一日还有可能要当首相。如果约翰逊当英国首相，那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约翰逊是在反俄这一块比其他的英国首相就更为激进，因为约翰逊自己都说过啊，他认为英国就不应该有坦克，把那些挑战者坦克放在那个农村有什么用，对吧？这个约翰逊他就跟那个丹麦的这个首相是一样，丹麦就把自己的所有的武器啊都统统的送到乌克兰去了，什么大炮、坦克。约翰逊也是这个态度，他也把英国的这坦克都送到乌克兰去，他认为英国就没必要搞坦克放那儿。虽然他这个说的啊比较激进，但至少说明这个约翰逊啊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那绝对是积极分子。所以如果约翰逊啊重返政坛，那对这个乌克兰来说啊绝对是好消息。5月25日消息啊，一位消息人士向塔斯社透露说啊，伊斯坦布尔很可能成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第2轮直接谈判的举办地。消息人士称啊，梵蒂冈肯定不会成为会晤地点，原因有很多，包括后勤方面。目前最有可能选择的是伊斯坦布尔。他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举行第2轮直接谈判的细节将很快公布，但并未透露此次谈判的具体时间。这个5月16号啊，俄罗斯与乌克兰3年来首次直接谈判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这个事后啊，乌克兰方面的参与的官员的回忆啊，说在土耳其的谈判期间，就是第1轮谈判，这个俄罗斯人非常傲慢无礼。俄罗斯人要求乌克兰交出4个州，并表示明天可能会要求6至8个州。这是乌克兰的外交部第1副部长叫谢尔西·基斯利查，他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说来自俄罗斯代表的谈话充满了胡言乱语、威胁、玩弄辞藻和道德沦丧的言论。他说我不知道媒体有没有报道过这些，但我认为这可以公开。他说例如在某个阶段，俄方代表对乌克兰代表团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知道这场战争本质上就是俄罗斯人在杀俄罗斯人，只不过有些细节上的区别。这是俄罗斯代表的原话啊。也就是说啊，对方实际上否认乌克兰作为民族的存在，就是没把乌克兰当这个国家。俄罗斯代表认为这是内战，俄罗斯人直接当着你的面说啊，你不是乌克兰人，你是俄罗斯人。基斯利查讲述道，所以说跟俄罗斯谈判简直如虎谋皮啊。这个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说过了，你跟俄罗斯人谈判，那就是鳄鱼叼着你的一条腿在谈判，是整个把你吃下去呢，还是咬你一条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对吧？上一周对吧？俄罗斯要提交一份和平计划，而且是可操作的，不那么离奇的。这是卢比奥说的，以显示俄罗斯停火的这种决心和这个诚意。结果到现在好像也没看到俄罗斯提交什么停火计划。我们来看一段泽连斯基关于大国的这个看法，或者是在俄乌冲突中大国目前采取的措施和立场，泽连斯基他的态度。大家看视频Kind of was gentleman in white shirt and black tie. Okay, thank you, President. The question from China, the Warriors Li Xiang. My question is, in the Singapore, the Shangri-La Summit, you said that China is a tool of the Russia. And sometimes you say that China is an important partner to promoting the peace of the Ukraine. So now the summit is ending. In your real hearts,
what is the China role? And China is Ukraine's enemy or partner? Дякую вам за дуже багато питань від китайської сторони. І жодної поки що відповіді. А ми поважаємо Китай і завжди поважали територіальну цілісність і суверенітет вашої держави. Те, що ми хотіли, щоб Китай поважав територіальну цілісність України і наш суверенітет. Ми поважаємо ваш народ, ваші цінності, життя і ваш вибір. І хотіли би, щоб Китай робив те саме, не більше. Хотілося б, і не менше. Китай дуже серйозна держава, серйозна економіка, яка має політичний і економічний вплив на Росію. Реально має вплив. Вважаю, що Китай міг би нам допомогти. І тому дуже хотів би, щоб ті чи інші пропозиції, які є у китайській стороні, щоб вони були в нашому діалозі. Я не можу сприймати пропозиції просто через медіа. Розумієте, це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Ми говоримо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Тисячі жертв, захоплення територій, спалені домівки. Я не можу сприймати дуже серйозно те, що при всій повазі до журналістів, але те, що лідер тієї чи іншої держави або його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передали медіа. Ми говоримо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Китаю, Україна ніколи не казала, що Китай наш ворог. І я прошу вас не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 такі речі. Я завжди говорю, що у України ворог один – Путін. Бо саме він напав на нас. 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друзів, то я вважаю, що друзі – це ті, хто допомагають тоді, коли складно. І я б хотів би, щоб Китай був другом для України. Китай з Україною були серйозними економічн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Кажу, були не через те, що припинили відносини економічні, ні, а через те, що Путін заблокував Чорне море, а найбільший у нас обсяг, у нас був найбільший трейд в агропромисловому комплексі, був згідно саме Чорному морю. І тому він зупинив і зменшив товарообіг між наш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Далі, коли я сказав, що Китай – інструмент, я сказав конкретні речі. Путін дезінформаційно, або неважливо ще як, зробив все, що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держави Китай працювали з іншими дипломатичними установами інших країн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ті відмінили свою присутність і підтримку України, а приєднались до китайсько-бразильських пропозицій. І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це неправильно. Тому я ще раз підкреслюю, кожна країна і кожен лідер має право на свою позицію, не ламаючи іншу. Я так вважаю. Треба поважати одне одного. Все, що я хочу, щоб ми поважали одне одного. Все, що я хочу, миру в своїй країні. 我认为泽连斯基说的不过分，非常务实。目前啊，面对俄罗斯这咄咄逼人，面对特朗普啊，现在是对俄罗斯的绥靖，甚至啊，某种程度上啊，在纵容普京。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实际上已经彻底失败。特朗普本人啊，现在好像也不再谈论俄乌的事了，这个让普京啊更加有恃无恐。这个俄罗斯人呢，更是受到鼓舞。本来啊，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这个俄罗斯人非常狼狈啊，被这个拜登整的啊，拜登根本就不跟他们沟通。
通，拜登只顾给乌克兰援助，不停的加大援助啊，所以这俄罗斯是苦不堪言。结果啊，特朗普一上台，那绝对是叫日月换新天了，俄罗斯变得越来越狂妄。你看那个谈判代表那嚣张的那个样子。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叫亚历山大·波罗代公开表示啊，他说俄罗斯正在残酷的杀死乌克兰人，因为乌克兰人背叛了俄罗斯未来的形象，拒绝加入俄罗斯世界。你看看，就因为乌克兰人家不愿意跟俄罗斯在一起混，不愿意加入俄罗斯世界，所以叫残忍的杀死他们。这个亚历山大·波罗代的话呀，透露了俄罗斯人的逻辑，只要认为你背叛了俄罗斯，拒绝加入俄罗斯世界，俄罗斯就可以残酷的杀死。今天是乌克兰，明天是谁呢？未来又是谁呢？所有的国家都有可能被俄罗斯用这个理由残酷的杀死。几百年来这个戏码在俄罗斯那是一次又一次的上演。可惜就有很多国家忘记历史，打着什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什么永远的利益，这些陈词滥调，什么国家之间交往都是利益，没有任何是非观念，没有任何正义感对吧？即便是侵略个自己的，对吧？依然跟他眉来眼，也就是说超过了正常的生意范围。实际上这就是背叛历史这就是纵容俄罗斯迟早还要遭2遍罪，吃2遍苦吃不够的俄罗斯人的苦，上不完的俄罗斯人的当。乌克兰的一个小城叫托列茨克，被俄乌两军激烈争夺的前线城市，在战前这座城市有4万人，煤矿、运动和文化发达。但是现在只剩下了48名躲藏在地下室的平民，整个城市几近废墟。俄罗斯人有计划有步骤的驱使他的边疆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让他们在俄乌前线上发起人肉冲锋有目的消灭他们。这就是俄罗斯叫留地不留人的策略。所以俄罗斯征服的领土上的人基本上不是成为耗材就会被有计划的消灭掉。这个历史反复证明俄罗斯就是一个强盗，与文明背道而驰。现在是文明跟野蛮较量的最黑暗的时候，但是不管黑夜多么漫长，这个天总会亮。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